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吴淡如。今晚特别为您介绍一位当今台湾画坛非常有成就的画家。他的画风深沉宁静，他的爱情却风风雨雨。他获奖无数，却不敢告诉自己的母亲。他就是潘朝森老师。潘老师为艺术牺牲，也为艺术坚持。接下来就让我带您进入他以彩笔挥洒出的传奇人生。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要老人讲的，也还爱太花家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信任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员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竺的花而已。ket牙爬爬竹市，中洞馆拿來買，買到300錢，學打鉗，鐵棍彈，學打轉，轉腰鉗，學打鐵，鐵上路，學刺竹，刺竹要3本，學買款，款豬手，學買狗，鐵腳蛋，學買碗。 1、2、3，開始！大風雨師，風雨師呀！哎呦，我妹都暗太空了。哎呦，孙女啊，孙女啊，是后句莫出来同我听书啊，喊西莫，出来啦！哎，是菜哟，要无看无难妹呀。阿六。 叫阿蒋同阿玉做囡仔啦，伊都出去搞啦。哎呦，伊日头去番薯，啊，搁会个煮个毛东西好食啊。哦。加伊个。2、3，開始！大風雨師，呀，這樣嘞，還沒用。 3，開始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周平，台灣小米去周平，日本人大小米，日本人大小米，祝你肚皮唔肚皮，少女肚皮唔肚皮，奶奶周平，日本人大小米，日本人大小米，祝你肚皮日日本人完蛋美你。何が向かってるよ。彼らは、墓見を歌ってるんです。はいはい。あ、そうか。はい。ライオンは？
私たちは日本の皇族です。はいはいはい。はい。そうそう。はいはい。嗯，係。來啊來啊，驚驚啦！來嗌杯茶料啦，驚！來啊，驚驚啦！哎呦，還有樹！哎呦你，還掉嘅都好慢嘅啦！你係見到我，你就睡不着啊！有樹子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呀！阿妹。有因为呢，梳子都还能很痛哦。你怎么啊？哎，你没买个贵啊？怎么安样呢？干嘛啦？哦，你啊？那快些快赶紧啊！啊，干没啦？快点！喊个安怎？鬼面的咩都冇个鬼，你講翻全部睇啊！咩？三兩藥啊？哦，都衰豆豬。安排小朝向啊，你們娘來嘅啦，哈，馬甲好高嘅唔夠，佢放日本人罵人啊，想害死規家人啊！好啦，你生人嚟都會教，哪啲乜嘅喏？嚇，好啦，莫幾教嗱。我係冇計較做得係，你教一教哦，做俺主席督導日本人，佢好家仔阿中國比亞記哦，冇吼，規家人要俾佢害到死死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係冇。好咧，阿姐，好冇叫你嚇，來，爸帶你去洗漱洗面。我大面木做100個斤。好咧，冇叫你。哎呦！你看，喲，我打到眼，會痛啊！會痛啊！好，爸，俺因為本還沒做到，會不會盤死哦？伢妹啊，太上蓋，規裝嘅人媽啲，好好好，強強嘅。今麥嘅媽媽出啦，就鎖嚟啦。哦，嘿嘿，阿姐，木主唔好按你累啦，我變鳳木子咯。青蓉啊！樣啊！嚟，好，嚟講。冇啊，冇麥嘅咩？就青蓉啊，就用啥嘢這個東西？好，嚟，我盤啦。爸，你盤唔出嚟啦！好啦。哦，爸，你後冷水不能係鬼面呢？好啦，啲後冷水學咗個手托，你都唔可以養嘅呀。當我做誒。嚟，急啲先。冇主動痛呢。我最近做一輪呢，因夾夾紅了，將我做死啦！阿娘誒，阿姐好紅誒，阿姐好紅誒啦！全盲講啊！
天公嘞，风起来啦，无够大水来嘞，加加风起来啦。乱讲，听人讲啊，加加啦，天早就讲嘞，风起来啦，风起来啦。姐，阿妞。哦，来来来。来听啥哟？哟，俺煮的阿酱就蛮好啊。阿妹，阿酱炒俺父母煮汤都水唔得呢。你是还怎讲哦？结果唔敢炒汤啊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我讲唔到的啦！阿妹，我讲唔到的啦！阿妹，我讲唔到的啦！ Hello， 妞啊，怎么？我讲唔到的啦！阿哥，我你话你咯？阿妹，阿酱跟木竹啊，创个蹦木草用的，佢看唔到呀。一天在比赛，爬到阿酱跟木竹，你真会按样啦。变傻，我冇啦，我冇去变傻啦！唔好乱讲话啦，实在哟，我依那要去人讲哈，哈，乖。要安尼摸摸系，唔要打机嘅系冇？我冇事情打记做嘛，我不马电啊，你可拜托对位呢？要嘅啦，要嘅。哎呦，哦，要我安尼咯，做唔得，我带落去现场看。爸，阿妹唔系讲叫约啊嘿。阿妹有约嘅呀，阿妹约嘅。哎呦。人家迄墨的喏，哎呦，人家祖传的啦，墨嘅祖传呢？做阿基嘅公教的咩？有冇想到阿基嘅来拔木材啊？其中用太白粉哦，高落阿加一些木药粉，爱过2日咯，天天就好啦。阿酱又唔要拔木材，安尼咁有效？鸟我冇好，佢穷样子一木做啊。我看做唔得啦，我带来本先生看啦。马街啊，看先生啊，南北人向，佢看一摆先生，按规副的规半夜唔是吃饭的呢。你看啊，你看啊。就算花钱，嘛带去看啊。佢万一阿酱嘅木做吼，阿酱喺木做我好啦，冇好吼，我头脑剁下来本做等你错啦。阿妹，啊，那个木竹正年2年就会好。哎呐，人就乖乖过药啊哈，莫出去了，2日天天就好啊，哈。哦。阿妹都骗你，跟我妈个2年就会好。咱就现在呢？冇啊。
木做你冇好呢？哈？你都骗人啊！干嘛用一句话好？厉害嘞！我哪有骗？哈，佮阿妹木叫分不用太少啦。我吼要摆吼不用卡大的喂，阿这样木做事会更加好，好冇？啊，乖乖。冇啦，阿娘就这么出去搞人呢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我冇讲有的啦，唔可以个样，你木做你冇好呢？哈？你都骗人啊！干嘛用一句话好？厉害嘞！我哪有骗？哈，佮阿妹木叫分不用太少啦。我吼要摆吼不用卡大的喂，阿这样木做事会更加好，好冇？啊，乖乖。冇啦，阿娘就这么出去搞人呢。唔好吓咪啦，再向我发现了。我冇为了关系来啦。唔好做好诶，做出去了诶，咪算样诶呐。讲乜听？狗用的都靠唔到，阿妈嘅我仲惊啊！惊嘛小屁，惊鬼了拢作啊！惊鬼拢作者呀？哈？冇鬼的啦，我冇的啦。阿妹，莫安尼吓死人的好无？我吼，我欠到记的啦。一20人年来吼，我为到咁冇做吼，我规张嘢做咩都，我咩都无心想的呀，啊！根本有人帮我一贴药引的啦，哦，我吼，我是行基研的山路哦，迄扎个药草，哦，我脚啊，就行到起水泡的了，结果咧，今日我对啊，药个全风枪枪啦，唔看样个啥啦。唔去做堂阿个呀，带阿酱去地方看先生，唔做乜嘅事情都冇啊。嘿呐，地方，马家就地方啦。那按好去地方哦，寒气哦，佮地方算了有马个好空调哈。乜嘅好空嘅喏，叫做带阿酱去看先生，看人木做天天啊。你喊得转来，哦，也还有上我去地方，你还没嫌我啰嗦啊？当年来念，要只空调哦，好写阵3档过去，无人讲吼较刺眼啦，系冇？哪有呢？迄阿基讲吼，阿这个木做按球还蛮好哦，一天天咩都嘛个学做的东西。啷个讲？你第3档过算了做嘛个哈？哈，迄咩都嘛个东西哈？啷个讲啊？唔到佢讲乜嘅戇法啦，阿酱嘅木做不偏嘅，唔好係咪8號？哟，阿冇咧，冇生起嗌啊，嗌咩咧吓？唔信啊，我帶阿醬去看先生。更算落去刁转了，存到钱啊，存家到的钱不买啦。我冇按太神氣啦，你啦，我去阿中國嘅泡茶啦，卡嘛怎麼做？你啦，哦，你要才挑吼，都冇人嚟转来啦。我都去飲菜咯。唔是啦，留到一片啦，老娘露台看好啦。哦，我去保佑诶，冇人食。嗯。对啊。阿姐，冇按用啦。阿姐，哥，我想要出去搞啦，我想要赶啲俩，我出去搞啦。
怎酒？好诶啦，孙诶，莫再搁洗啦，遐洗水诶转去啊，娘夫家己落徛起来，唔是我不去修理哦。哎，讲乜嘅？哎呦，慌慌张张啦。嗯。好诶啦，好诶啦，莫叫诶啦。哎，是啦是啦。孙诶，我讲啦，娘要甲计仔啊，若是无法来教啊，今日啊叫我考完试啊，先来欠下去。不过唔点样诶，我看到倒去，我就惊啊！惊嘛个，叫做三个太天天啊，莫影响大雷公样诶啊。啊，迄帮雷公上吓到，又没真的惊去，吓嘞。安尼哦。系啊，我讲啦，唔全都无卡以后啊，就先险去过来，好啊起来，巴掌嘛先来捅下去，叫再搁撩下去，本去伫啊，嘛甲按到正经的男人去，看起来咁双样，吓嘞。唔过诶，巴掌嘛捅下去啊！系啊，呢种风人家本来最怪教的啊，唔系哈，也没啥多啊，就对你同手同脚，身体又坏，讲又讲唔通，我那离开啊，叫做福头社会，巴掌嘛爽嘛个，吓。系啦，几许鬼大啦！一句话，莫再个踩踩踏踏来哈，终于是这样发讲，对吗？那明年面子啊，礼拜做考我来拖着嘛。我讲我一摆转移，让我受理去。提出了，根本就爱南美人，俺都修林，哎呦，所有跳跳，我总够好死啦。哥，阿爸阿妹要去给人家嘞，给阿爸还没有走嘞。衰啦，冇人讲啦。姐，你叫伊水木啊，水木木组长我好啊。爸，你家爸去上风，我那去张总。爸以后还是我做来啊，让这来皮下酱料好吗？嗯。爸来。
来，睡觉诶。唔愛啦，你要安撫，是嚟要陪呢。哎呦，是嘞，莫主張得好啦。唔愛啦。哎呦，好，哥，我幫你燙啊，好冇？你來識燙誒，爭來識藥誒，好冇？痛的哦。係啊，你好冇？唔過該有誒，都是喂。錯冇？好啦，地較涼的才是，好冇？啊？嗯。阿妞啊！阿妞啊！好了嘞。我去洗衫褲哦，哈。然後看麻將哦，莫亂走哦，對冇？哦。不要搖嘞，得豆麻將食，哦。好。莫亂走哦，莫笑喏哈。哦，好啦。頭都解封啊！嗬，你今日就係幾下跳呢位鬼嚟呢？啊！哎呦，安子細，哎呦，我錢冇帶的呢，我還要上班哈。唔怕你啦。哦對啦，哎吼，阿醬哦，安尼濕幾貼的呢，做網友好，讓我安尼喏。係哦，驚死哦！一幾日嗬，我咪幫我問佢約錯點嘅條件呢？哎講嗬，你睇阿醬啊，偏偏識到買某一個識嘅東西啦。像個乜嘅筍乾啊、拍菜啊，哦，也係老劈嚟啦。愛講有條東西啊，嗬，全部感覺有個效果，假係呢，哎，你睇阿醬嗬，又識有條東西，啊，當然就無效啊。哦，哎呦，佢太冇菜地度哦，搶不住安尼東西啊。佢以後做唔得幫阿醬食安尼東西。係啦，做唔得不會識嘞。你啦，懂無聊呢？因為出來了啊，出來了！好啊好啊，你哋好。開台哦，拿到啦！你也是蟲誒，出國嘅有試過。你也是阿妹用 Q 魚蛋做個蟲臉，長長嘅，聽說很好看。阿妞誒！阿妞誒，我好妞啊！阿妞誒，我好妞。阿你娘麼啊？我講，哦，色彩哦，跟民眾帶下明明就有鳥吧嘞，啊走出來做嘛呢？咩都肯定看啦，還同要個大頭。冇菜哦，我花很多錢，不要不能食。太細啦，阿妹，我就唔記得了呀。哎呦，很菜，吼，全用唔得啦。很看好阿醬看到哪去？哈，看到自家做吹了，連腰都不能打退的啦，幾貴呢？唔係我打退嘅。係阿醬打退嘅。喲，行個安怎啊？啊！
5台啦。哪有开到阿妈？徛好啊！来，老公讲哦，喷的那个标好了，你吃过哪？阿勇哎，吃饭啦，好冇？吃饭啦。冇啦，冇事。每次是酸的啦，我本事啦，看看干么？哥，我讲都唔得，老娘哋看细日就穿咯。阿妹讲，你老娘跟某主有关系呢。唔过，你条菜，唔看我嘅饭条的啊，柠檬菜啊，像董后生呢，嘛要董秀生啊。你阿妹看唔懂，唔夹生。哥，按住谁哦？你小伙是哪落台啊？其实做唔得细日的东西啊，还没人讲过哈。好歹啊，你做细日就做好诶，对吗？哦。唔细日的，莫做怎么较好？我们真给我人来摇死。哎，还有饭好吃呢。哎呦喂！你听到吗？哎呦喂！你听到吗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你有听到吗？听到啦。哎呦！这有口啦，那无人了，是人食。歹势啦，迄眼反应饭也没发开啦。你也同伊本去啊，无欠的啦。哎呦！等到饭来食啦。唔过我袂伫咧，阿妹要打来呢。那无迄人阿妹讲，那无讲啦。真干啦？嘅，俺出冇欠咧，俺来唔了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嘅事。爱的诗篇，一世之恋。等到饭来食啦。唔过我袂伫咧，阿妹要打来呢。那无迄人阿妹讲，咱唔讲啦。真干啦？嘅，俺出冇欠咧，俺来唔了。来。
什么？妈妈也是啦。阿妹好起来了呢。我袂得，你氹到佢啊！快啲嚟！阿娘哎，叫上去房間啦，迄個還未知道，我幫你盤死誒。哦，行啦，行啦，你來啦。哎呦，这菜哦，这色吃东西哦，不然也没哪色，做了点死。哎，一副也唔管一下食菜。田强嘞，真的呢，給田強喊獎哦，叫來看啊。好啊好啊。阿姐，好生腰來了。阿哥，田強出來呢。來滴啦，先生腰的啦。阿哥，你出來，所以我幫看田強好嗎？總得啦，不然沒滴到，我幫你盤死的。阿妹有冇菜？阿哥好冇啦，拜託啦阿哥。唉，阿妹講啊，你嘅夢祖總得長度講啊。總唔得長度講。哦，咪啲嘅，個眼呢做得用布嘅，讓夢祖掩起來，按你出來吹氣，按樣就做得了啊。好啦，阿哥，拜託啦，阿哥。阿哥，你看，我要用的全部骨頭了呢。阿哥，你做得出來出去了吼？我要看田強的啦，阿哥，拜託啦，好啦，阿哥。好啦好啦好啦。看下水準哦。哦。較前調誒，我看佢較清楚哦。做對咧。呀，你做得大可以起來，來看田強啊。哇，這田強的喊獎哦。係啊，中獎吼。哎呦，你再呀，还想出来做嘛个哈？講了嗰個，你也都讓我發動作嘛個，啊？處理落去哦。還是也都統統也都講清楚啊，談好來啊哈。下把阿將再走出去吼，就像根本一樣安尼，差點將我打了。慢啦，叔叔說。你還不做安尼？我叮當艱苦，啊？你還不做車到以後，我10大個嘛。还根本一个大笨象了，你对啊？
钱，我把盘都按，面顶啊会翻起来。在我娘的吼，嘛切对我老娘要注意好，是吗？咱查一下药冇呀？啊？唔去啦。就较夹衰木啊！哦，较夹多耍，做哑瓜啊！我累嘢啦。阿妹，流血呢？哎呦，没事。对哦，M 加一恐龙的哦，不然帮到长那个真的死无命啦。我流血啦，我做啥子？我让 M 的，M 的。哦，看唔到的啦。有啦。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了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乐春夏秋冬。你看那天大天高几深情。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了
着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